看到的就是真的吗？想到的就该相信吗？情绪一来心就乱，情绪一来心就乱，是不是就等于事情真的那么糟？死多个说慢一点，先别急着反应。事情只是敲门判断才会决定，不是每个念头都值得你同意，不是每个感受都等于真理。世界给你表象，你决定方向，你决定方向，你想清楚再点头，自由才会有。逻辑不是乱写，是保护你的手。